嗱，不時聽人講啦，好似矮欄咁慢啊，不過原來認真起上嚟，矮一啲都唔慢嘅。嗱，好似呢一種熱帶地區常見嘅鋸針蟻，佢哋下顎骨咧唔單止可以用嚟攻擊獵物，遇上危險嘅時候，下顎骨可以發揮驚人嘅彈跳力，令到自己逃離險境。唐子瑩講下。翻騰彈跳功力唔係特技人專美，呢一種習性兇猛嘅肉食性鋸針蟻，亦能夠做出類似動作。鋸針蟻以一對巨型下顎骨見稱，可以打開至到180度，張合時候力度之大，一般用嚟向獵物夾擊，動作時速達到140公里，比我哋眨眼快2000幾倍。有研究發現，鋸針蟻嘅下顎骨除咗用嚟攻擊，亦具驚人嘅彈跳力。當佢哋遇上難以匹敵嘅天然捕食者，好似蟻獅，咁就成為另類逃生術，將自己彈射到遠處脫險。美國研究員將鋸針蟻同埋天敵蟻獅擺喺同一個沙池入面。當鋸針蟻發現自己就嚟跌入蟻獅挖嘅沙坑陷阱嘅時候，一般會極力掙扎向上爬。如果唔成功，就會使出絕招，借助張合顎骨產生嘅力量，將自己彈離現場，逃出生天嘅成功率有15%。研究員又試過用膠水黐實佢哋一對下顎骨，令到佢哋無法啟動緊急彈射裝置，發現佢哋遇上天敵時候嘅生存率足足大減一半，加以證明昆蟲界嘅彈射逃生術的確存在。有線電視記者唐子瑩報導。